喺景怡新村唔到600個就可以攞下一棟成大棟嘅別墅喎，佢個佔地仲係1071個方。先睇下呢邊個側花園，呢邊個花園係一個單邊位，咁呢間屋嘅話咧都有啲歷史噶啦。如果話唔中意嘅話，可以推咗佢重新再起。入邊咧係大裝修嘅，裝修嘅話咧需要翻新一下。咁呢間屋左右都有花園，後邊都係有花園嘅。嚟到呢邊個花園咧，因為佢喺入邊係比較安靜嘅，你可想而知5000嘅單價就可以攞下呢個佔地嘅一個別墅地。如果話近期有朋友有兩兄弟喺埋一齊嘅話咧，亦可以考慮呢塊地。呢塊地嘅話咧係870幾方，建築嘅話400方，都係500多個出頭就可以攞下呢一棟噶啦。如果話近期想買獨棟別墅，又想買埋一齊，可以關注下小周，直接帶你過嚟呢度睇現場。